最近咧好多小朋友咧就因為翻學之後咧就開始傷風感冒啦、流感嘅大爆發啦，同埋好多唔同嘅一啲傳染嘅疾病。咁呢段時候要點樣處理呢？如果家長咧見到小朋友有咳流鼻水咧，盡快睇醫生，因為咧佢呢個病菌咧有可大可小，有啲係少嘅，但係有啲咧係有好勁嘅傳染性，咁有可能有潛伏期2到3日。咁如果佢潛伏期中有唔舒服、有發燒，好似而家咁嘅情況咧，快啲睇醫生，咁咧就可以即刻攔截咗佢呢個病攻入去身體嘅一個最主要嘅一個防禦，因為咧個病菌咧通過口鼻進入之後咧，喉嚨會有一個發泡性嘅一個炎症擴散啦，會令到佢喉嚨好唔舒服啦。呢個時候小朋友係唔識講，唔識話俾你聽唔舒服，佢淨係喺度喊扭嘅咧，咁嘅時候咧，你就要有醒覺啦，即刻就要揾出個問題。第二啦，聽到佢鼻水鼻鼻聲流鼻水如果超過2到3日冇及時禁止咧，佢好容易咧喺細菌嗰度會即刻感染。即刻喺呢度咧會惹到細菌，或者喺細菌入邊發酵嘅話咧，佢就會攻入佢喉嚨，咁所以咧佢喉嚨就開始有唔舒服噶啦。